也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也伫咧前总统陈水扁时期，做过海基会董事长的洪基昌去互中国媒体曝光，最近用台湾三间建社理事长的身份，带升级产业的人士去北京来参访，这又是引起各界关注。也针对这件代志呢，刘宇辉是表示讲，只要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符合两岸交流的规范，政府会正向来看待两岸的交流。 华理台独并不是民主进步党作为一个负责任要迈向执政的政党所选择的方向。较早因为对两岸议题的看法和民进党新潮流无共调，互派系除名的洪基昌是民进党创党的元老之一，而且伫前总统陈水扁的时期做海基会董事长，阁是带领现任总统赖清德入去政坛的政治导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杂志报道，目前是台湾三间建社理事长的洪基昌，最近带升级产业界人士去北京参访，引起关注。那现在是民间人士了哈，任何两岸民间团体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都正向看待哦。那当然就是不能有配合对方的统战行为。洪基昌回应平面媒体表示讲，这摆是单纯的产业交流。佮讲大总统伫5日空的讲话内面嘛有讲到，伫对等尊严之下，两岸有交流才会当有理解和合作，而且强调两岸的交流爱正向发展，双方拢爱做伙打拼。另外，去进前敢有先甲赖总统讲，洪基昌是无愿意加讲。最近去中国上海旅游的网前馆长陈志涵转程直播言行拢受到讨论。请问你是哪国人？哎，我为什么要一直问我是哪一国人？中华民国啊，怎么了吗？有网友就发文讲，已经向中国官方网站检举馆长伫中国讲中华民国，考说伊想要来分裂国家。我相信，大陆相关单位现在都是每天就是在关注这个馆长的一言一行。其实我可以建议馆长能够在那边久住，那多看看、多了解，就知道人家的生活到底是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态。另外，前总统马英九伫15就要参加中国第17届的海峡论坛。刘文杰重申，这个论坛是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平台，而且是伫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明文政策。认为马前总统家己拢无立场，刘伟辉对这是感觉有够含糊和遗憾。记者综合报道。